球合作。冇錯啊，有細路仔咧4、5歲開始去打冰球啦，更加有機會參加國際賽事嘅，一齊去睇下。呢一班只有4、5歲嘅小朋友，每逢星期日都會嚟溜冰場練冰球，保護裝備一樣都唔少得。真係好玩，跟住手套就係衛生貼住。冰球速度快，打法多變。不過難免會有身體碰撞，家長就話唔擔心，更加希望仔女學習團隊精神。因為佢哋呢一個嘅運動都好講求合作性，我哋自己都中意咗呢種運動。要學識打冰球咧，首先就要學識溜冰，而玩嗰陣咧重心就要傾斜喎，咁咧就唔會咁容易失去平衡㗎啦。冰上曲棍球最早源於加拿大，國家冰球聯盟 NHL 更加係北美最受歡迎嘅體育活動之一。不過由於香港場地有限，目前發展仲喺起步階段。譬如日本啊、南韓啊，或者甚至乎喺中國咧，都已經成立咗個 Asian League 啦。其實希望政府會撥翻多啲錢去擺落呢個運動咁啦。本港現正舉辦國際5人冰球賽，更加設有青年組。到時呢一班明日之星就有機會同外地嘅細蚊仔切磋球技。加油啦！無線電視記者姚振業報道。